Hello，大家，我今天想说先去捐血，因为捐血前他都会帮你测血红素嘛，所以如果我没有达标不及格的话，就要过1个礼拜再来。那今天是我可以捐血的第1天，我就想说先去看看有没有合格，如果没有合格的话，我就要去旁边找个咖啡厅做我自己的事情。但还是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捐完啦，因为如果顺利捐的话，我每次的捐血时间才不会一直推迟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，毕竟我已经1个礼拜没有怎么充足的睡眠了。他被拒绝了，他说差一点点，没有差很多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上礼拜这2天都没有认真睡觉，缺乏睡眠，所以要再回去坚持1个礼拜的健康生活，下礼拜就可以再来。